各位大家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透早其实我唔知咱一定做过啥物代志，但是伫即首诗歌内底甲咱讲，透早我起来要学老主，透早我起来要感谢主。愿你的话不敢感动我，愿你的心不敢伤我，愿你的名会日常最大。咱就来念即首诗歌。谢谢。
我与你最相应。伊讲，主啊，我爱会看你。耶稣讲，你通看伊，因为你的神救了你。是一个体面，伊因为伊的神救了伊，互伊会当看到真理。咱每一个人呢，咱每一个人的眼光，都是定睛伫倒位。来，这个做伙来念这首眼光。主为咱平凡的地方，来一点做伙来念，敬礼我心。